已经超过100年的德驾车头是阿里山新民铁路要上线起点，目前还阁伫咧营运。所以因为规个车头拢是用柴起的，目前已经有损害，政府也暗算讲要开1300多万改征收。为外口看车头的厝尾顶，会当看中内落去，厝顶内底结构嘛，互水遐夹海去。嘉义县德驾车头捌伫1952年来登起，但是即卖因为规个木造的站体甲地站落塌的问题，阿里山林业铁路甲文化资产管理处要开1300多万的征收。因为目前站体损坏、地基下陷，还有白蚁的危害，已经影响结构安全，所以本处在8月20号开工，以原量原色进行修复工程。德驾车头起伫咧1902年，虽然有停过去过，但是依然维持日本时代的款样，是人体四座木造车站之一，嘛是台湾少数阁有咧使用的檜木车头。为了安全，规个车头爱全面检查甲修理。发现就是防虫蚁的部分，然后还有加上屋架、屋面审修，然后地坪跟木结构。那当然也会可以看到里面已经有部分拆除的地方，它有一些土台的部分也都是受过那个白蚁啃食的部分，那个也都需要被整体来一起做评估。这边附近因为车站整修的工程，然后旁边我们规划的景观工程规划后，就是有一些新设的步道，就有那个指标系统下去指引旅客过来临时车站这边搭车。林体文资处表示，德驾车头是决定古迹，嘛是阿里山新民铁路要入去山区的第一站。希望透过古迹的修整，提升林体铁色车头的服务内容，带动阿里山铁轨路沿线的观光发展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